今集嘅橙色大笨象，我哋有一位嚟自馬來西亞嘅年輕媽咪陳舒華。12年前，佢被確診漸凍人症。對一般患者嚟講，由發病到離世可能只得2至5年，但係佢同呢個病已經行咗12年。明明身體越嚟越受限制，佢仍然選擇喺媒體上分享自己嘅故仔，為病友出聲，為佢哋爭取應得嘅支援同埋尊嚴。今日嘅佢，身體四肢幾乎完全失去知覺，要靠輪椅同埋呼吸機先至可以維持日常生活，起居飲食都要人幫手。喺呢一個有限嘅身體裏邊，仍然以媽咪嘅身份盡力去愛仔女、安撫父母。所以呢個故仔唔單止係對疾病同埋命運嘅對抗，而係一位媽咪點樣喺最有限嘅條件之下活出最無限嘅愛。當日醫生話俾你聽，可能最多只有5年嘅壽命。咁你嗰陣時嘅心情係點樣？初初個醫生幫我講，我好似發感夢咁，要俾雷劈到咁樣，嗰啲嘣，哇咩嚟㗎？呢個咩病啊？ALS、MND 漸凍病，根本真係接受唔到個，好似呢個係一個講笑話嚟嘅。你自己都提過，即係喺輪椅上面嘅生活啦，好多嘢都要其他人幫忙啦。我知道你係一個好獨立嘅人嚟嘅，咁即係呢一種嘅轉變其實係唔容易噶嘛。我諗對你嘅自尊一定帶嚟一定嘅衝擊嘅。我覺得我自己第一係接受你呢個病情咯，你呢個漸凍症已經係發生喺你嘅身上啦，你真係冇得揀啦，因為個天揀中你啦，你幫佢一齊相處咯，改變自己嘅心態，有時真係好難噶，都係想喊噶，好多嘢都想自己做噶，人都係愛面噶嘛，最基本嘅好似我而家有一隻蚊喺我嘅手上，我都要開口叫人哋幫手打死嗰隻，捆走我打死嗰隻蚊。我在想，應該放下了，不要在那邊假裝自己很堅強，還可以，自己還可以的。有些真的是不行了，請人家幫你。2014年嗰年你確診之後咧，其實咧你就冇即刻同爸爸媽媽講，咁可能真係驚佢哋或者擔心啦吓。咁之後你就去咗新加坡求醫，咁後嚟你喺新加坡返馬來西亞嘅時候咧，你爸爸知道咗就問你啦，咁之後佢就好自責，咁就話即係爸爸係咪基因唔好啊？咁所以將呢個病傳俾你啊？咁一直喺度怪責自己。咁你媽咪都係一樣啊，即係佢見你拎住個拐杖咧，咁佢就會喺背後偷偷喊啊咁樣。有一次你聽到佢講話，究竟我做錯咩事啊？點解個女會變成咁啊？咁樣。咁其實好多父母親呢啲事發生喺啲仔女身上咧，佢哋會怪責自己啊。咁當你見到爸爸自責嘅時候，其實你嘅內心感受係點㗎？佢呢個自責咧，我到而家都係放唔低。因為對我嚟講咧，基本上啦，都係老豆越嚟越老，都係我哋仔女照顧佢哋。你而家反而係佢哋嚟擔心，仲係擔心我呢個女。老豆而家都70幾歲，媽咪都係。
老豆爹哋佢住喺檳城，我住喺吉隆坡。佢差唔多2個星期就會上嚟探我，睇我點樣。個車程咧，有時老豆係自己揸車，有時係搭火車。如果自己揸車就差唔多3個小時半，差不多4個小時。一個老人家好似70幾歲，其實係好攰嘅，但係佢都係撐住咁樣，每2個星期嚟探我。我睇到佢係放唔低我呢個女，有時佢睇到又唔想開口，整到我傷心，盡量唔會 touch 呢個 topic 話你嘅身體而家係點樣，因為佢都睇到我嘅身體係越嚟越弱。但佢都盡量佢上嚟，我都係睇到佢盡量係佢上嚟嘅就佢一定係去餵我食飯嘅。佢想到而家佢都想付出佢的他有限的能力和無限的愛嚟照顧我。媽咪都係。大約5年前到啦，咁你寫過一封公開信俾你嗰對仔女，咁就好似係一個預備咁咧，即係當有一日你唔喺佢身邊嘅時候，你希望佢哋遇到困難，可以透過呢一封信揾到一啲力量咁樣。咁我記得當中有一段咧，令我非常之感動咧，就係你同佢哋講，你話如果有一日媽媽唔喺度咧，你可以將你哋嘅手放喺自己嘅心口，感受嗰個心臟嘅跳動，就好似媽媽喺你身邊一樣，同你心連心。我想知道，當你寫低呢句說話嘅時候，你係要為啲仔女去準備一個，如果有一日你唔喺度嘅世界。其實你要講呢一段嘢嘅時候，你嘅內心係點樣去面對呢一刻㗎？我知我走咗之後，佢哋需要人哋講心事嘛，就係嗰個心出嚟㗎咯。媽咪唔喺度，從你嘅心打開，能感受你自己的身體跟媽媽的心連心。雖然她不在身邊，但是我們曾經有一段甜酸苦辣的日子，就是這樣，我就寫出來。如果你離開咗之後，當有一日佢哋真係用你教佢哋嘅方式遇到困難嘅時候，就將隻手放喺心裏邊，感受媽咪喺呢度咁樣。即係其實呢一個提醒咧，已經係升華咗，變咗一層好深嘅愛嘅，即係唔需要一定要喺個世間嗰度陪伴嘅，已經係一種力量嚟噶啦。就算你唔喺身邊咧，其實你係永遠都會留喺佢哋嘅生命裏邊，陪佢哋，支持佢哋一路咁樣行嘅。咁所以呢個真係令我好感動。你係點樣同啲小朋友講你嘅病情嘅咧？當然啦，你啱啱發病嗰陣時，佢哋2歲同埋4歲，佢哋唔會明白，可能你都唔想嚇親佢哋，係咪？但係我相信你係一個好坦白嘅人啊，其實都係咪好艱難啊？唔係艱難，係簡直比艱難仲艱難，因為sorry，因為我唔似好似其他嘅媽咪一樣，我會培養我睇你結婚啊、生仔啊、然後畢業啊，通常係咁樣噶嘛，係咪？我係都自己知，其實我嘅時間係有限嘅，真係好想俾佢哋
了解，但又唔想打擊佢哋，又媽咪一定會比較早啲離開我哋，唔似好似其他嘅媽咪咁樣去陪到佢哋，睇到佢哋結婚生仔畢業咁嘅嘢。都，但係我冇得揀咯，一定要俾佢了解咯，係媽咪係唔同嘅，好似而家佢哋咁樣，佢哋都會開始照顧我啦，幫我刷牙啊，幫我吹頭髮啦，幫我餵我食飯啦。媽咪的生命是會比較短暫，但是就好像我寫那封信，你可以抬頭看一下天空，其中一個星星會是媽咪，然後讓他們了解，生病不會造成媽媽對你們的愛會減少，反而是這場病讓我更加珍惜我哋一齊嘅日子。你曾經講過啦，你話有時你見到屋企人出出入入喺個廚房度，咁即係為一餐將來，你嘅心裏邊咧，其實好渴望作為一個女性，作為一個媽咪，可以親自下廚煮一餐飯俾屋企人食咁樣。你話呢個其實係你嘅夢想嚟嘅，不過呢個夢想咧，對於好多而家好辛苦嘅媽咪咧嚇，可能反而佢哋覺得，不如你俾我休息下啦，即係可能會抱怨啊咁樣。但係我覺得你用為屋企人煮一餐飯視為一個夢想，唔係一個負擔。其實即係我覺得你已經將愛嗰個定義同埋付出咧係改變咗。我想問下你啊，即係你點樣喺呢啲限制裏邊咧，可以揾到你表達愛嘅方式？我個風聲嘅好惡咯，成個鬧人。做咩你仲唔可以食呢個嘢吓？我已經整咗咁辛苦，你仲唔食？你個諗咗成日煮咩你都唔理食。呢個我嘅風聲。OK，不過啦，即係好認真咁講啦，即係我覺得真係作為一個媽咪咁樣，作為一個媽咪對大部分嘅女性其實都係一個全職嘅工作嚟嘅，係咪？咁有啲媽咪真係可能因為忙得滯、攰得滯，咁就會可能少少迷失咗佢哋嘅初心啦。你有啲咩鼓勵嘅說話同佢哋講？其實我想即係捉住呢一句說話，就係想同屋企人煮一餐飯都係你嘅夢想。其實而家嘅媽咪真係好辛苦噶，尤其是要做工，又翻嚟要執屋，又要煮飯，係真嘅好辛苦。但係我有時諗下，我好想做咁樣嘅過咁樣嘅日子。人生係咁樣噶嘛？當你攰嘅時間，你可以唞下，幫你嘅屋企人講，我想休息，俾我喘一口氣，不要再一直埋怨說又係我煮飯，又係我買餸。其實施比受更有付出的人，我會覺得很幸福，比起那個接受的。記得有一次你咁講啊，我唔記得咗邊個訪問啊，你話出街咁誒，你坐喺個輪椅度，唔知有個婆婆定有個人問你，小姐你咁後生，發生咩事啊？你有咩病啊？點解要坐輪椅啊？咁樣，即係你覺得社會咧對傷殘人士最大嘅誤解係乜嘢啊？有時冇一個同理心。同理心，有啲人好似好八卦嘅心態，你問你，做咩你坐輪椅嘅？唔係八卦多過於關心。好似感覺我哋要點樣講？做咩你咁後生？原來好似咁後生，對佢咁後生係唔可以坐輪椅，係到咗一個年紀先至可以坐輪椅咁樣嘅心態。
嗱，有一次我又係記得你有個訪問咧，就唔知講到話，即係個病症去到後期咧，就可能講唔到嘢啦，咁就要攞你個眼睛嚟到表達。即係我覺得最震撼嘅一樣嘢咧，就係你一路喺度笑，一路喺度笑，一路喺度笑咁樣講。即係你將一件咁得人驚嘅嘢咧，好輕描淡寫咁樣。我覺得呢個係真正嘅勇敢咯，舒華，你知唔知？冇得扮嘅，呢個一直保持樂觀呢一樣嘢係咪？但係呢個會唔會係其實當醫生話啊，你得5年，而家12年咯，12年你仲可以上 YouTube 做節目喎，呢個奇蹟其實同你個樂觀係咪相識相關嘅咧？係有關係嘅咧？其實我覺得係咯，我覺得係咯，真係有關係咯。可能我自己本身係俾一個少少唔開心嘅嘢，盡量唔會放大佢，盡量把它縮小。你唔會俾到自己好大嘅心理負擔啊。因為共真係你真係冇得醫噶啦，冇得救啦。你仲會俾自己咁大嘅，整到自己咁唔開心，你使唔使過日子先？你使唔使食飯先？係啊，你一定要食飯，一定要飲水，一定要屙屎噶嘛。我知道你係一個虔誠嘅佛教徒嚟㗎，有冇關係㗎？我覺得有關係嘅。有時我個心好似好亂好慌，好亂好 lost 啊，搵唔到一個方向。呢個佛教會係俾到我 enlighten。咁通常你係會做啲乜嘢？譬如個心囉囉攣啊嘅時候，你係會念經啊，定係你自己會打坐啊，會冥想？你係會做啲乜嘢啊？其實呢個我都唔會做咯。我反而會食嘢，專心食嘢啊，飲下啲酒啊，咁樣啦。喂，飲一種啖啦，唔係好多。喂，呢個係犀利喎！因為我知道你係紅酒專家嚟噶嘛，你好中意咁樣飲翻兩，唔係專家，唔係專家啦，係屋企飲噶，屋企飲嘅專家，唔係出邊嘅專家。但係其實係咪爸爸媽媽都係喜歡飲翻2杯，定係你自己即係讀書出咗嚟做嘢先至喜歡飲酒嘅咧？其實都就係我老公教我嘅，佢教壞我嘅。阿 Sam，佢係佢教我飲酒嘅。係啊，Sam，而家佢後悔咗咯。OK，我話俾你聽，佢後悔。佢點會後悔啊？點解？你講嚟聽下先，點解佢後悔先？因為佢出錢買酒俾我飲啊。反而而家佢要賺多啲錢買酒俾我飲。之前我唔識噶嘛。即係舊年嘅冬天啊，咁啊，其實馬來西亞冇冬天噶嘛，係咪？即係都幾溫暖噶嘛。我唔記得咗係溫暖，直情係熱啊！呢樣嘢叫溫暖，對我哋講係溫暖，呢個係熱啊，好鬼熱啊！我記得我唔記得咗11月定12月咁上下，你係感冒嘅有一次，咁跟住咧，你就冇發消息啦喺 Facebook，咁我就好驚。咁跟住咧，你就出現翻，你話係因為即係呢個症咧，如果少少事咧，都可能即係影響個身體啊咁樣，咁就果然就真係身體弱咗咁樣。哇！咁我即係睇到你之後再發消息嘅時候咧，你唔可以想象我嗰日係即係飯都食多碗啊！所以
講返轉頭係好多謝你。其實我都好想多謝你，你咁樣講，我覺得你真係好支持我，Jimmy 哥。I mean，你其實你嗰啲留言咧，講真係俾我好大嘅鼓勵，呢啲真係溫暖進了我的心裏頭。因為我們是一個不認識對方的人，可是你可以帶給我這樣大的鼓勵和鼓舞，對，讓我看到我都會笑出來咧。看到這些留言的時候，就是都會發出內心的笑出來，這是真的。你唔好客氣啦，咁非常謝謝，我都好多謝，我好多謝你。最後我想問你咧，如果有人今日係第一日聽到你嘅故仔啦，你希望對佢哋有咩啟發啊？如果你好攰，覺得自己個天對你好唔公平，你好想放棄，得你可以攰，你可以唞下，你可以喊，你可以瞓住咩都唔做，但係你要記得一樣嘢，你唔會放棄自己，真係唔好放棄自己。最艱難嘅就係堅持落去。你仲有記得，你唔係 you're not alone，一定有人關心你嘅 you're not alone。最後咧，我自己就寫咗少少嘢，想咧就係同觀眾分享啦，同你分享啦。有啲媽咪咧就係因為堅強先至撐得住，亦都係因為佢哋冇得唔堅強。命運從來冇問過佢哋準備好未，但係佢哋依然選擇去愛，用每一日每一個好微細嘅時刻去陪住佢哋嘅小朋友長大。可能唔完美，可能好辛苦，但係已經好偉大。喺呢個母親節，如果你仲可以擁抱嘅話，請你好好擁抱。如果你仲可以講一句我愛你，請你唔好等，因為有啲愛係用一生慢慢完成。多謝你，舒華。多謝你，Jimmy 哥。